你有冇試過呢種感覺？朝早瞓醒，乜嘢都未開始做，就已經覺得好攰。其實唔係身體攰，係因為你個腦入邊已經有幾把聲喺度開工，一把聲喺度清算琴日嘅自己，點解你要搞成咁啊？另一把聲喺度焦慮聽日嘅事，如果聽日都搞唔掂嘅話點算？仲有一把更加毒，根本就係唔得嘅。以前嘅我每日都係咁，嗰把聲唔係背景音樂咁簡單，佢好似住喺你腦入邊嘅一個人，由朝到晚喺度鬧你。我試過好多方法，冥想、正念、睇勵志書，夾硬要自己諗正面啲。但老實講，當嗰把聲好兇狠嘅時候，呢啲方法就好似打風嗰陣，你用紙遮去擋，根本冇用。直到我揾到一個好細嘅改變，細到你會覺得咁都有用。以前我會講，我要喺9點開始做嘢，之後我改成9點嘅我開始做嘢，只係爭幾個字，但我成個人鬆晒，因為呢句說話背後嘅邏輯係，我唔係一個人夾硬捱，我係有好多個唔同時段嘅我喺度進行接力。9點嘅我跑第一棒，12點嘅我跑第二棒，晏晝嘅我撐住個場，聽日嘅我聽日先上場。呢啲我既係我，亦唔完全係我。咁諗有一個好處，我唔會再去審判過去嘅自己。以前我好鍾意喺腦入邊開庭，點解嗰陣唔努力啲啊？點解你要做咁傻嘅決定？但後嚟我開始明白，同過去嘅自己算賬唔會令我變得更好，只會令我變得更攰。所以而家我會同自己講，過去嗰個我唔係失敗者，佢只係嗰陣只能夠做到咁嘅隊友。我今日要做嘅唔係審判佢，而係接過佢交過嚟嘅呢一棒，跑好今日呢一程。你唔需要將全日排到好完美，你只需要設定3個角色。第一，瞓醒之後嘅我負責行前一步，唔係要完成好多嘢，只要開個 file 寫第一句咁就夠。第二，日頭嘅我負責唔好爆大鑊，做到呢點你已經喺度工作緊。第三，收工嘅我可以唔開心，但要限時，洗個面，倒杯水，執下張台，呢個就叫做交棒。換下一個時段嘅我繼續跑，記住呢3樣嘢就夠。改句式，降低把尺，接力，唔需搏到完美。今日嘅我只負責今日，唔係逃避，而係尊重分工，尊重邊界。就算你今日只能夠做到瞓醒，擘開對眼，都已經係一個好嘅開始，因為呢個就係你今日嘅第一棒。多謝你，都多謝今日努力活着嘅你。